好，今日我就講兩款平時最中意飲嘅高蛋白飲品啦。一款係自己沖，一款係超市買到嘅，方便攜帶出門。第一款係 Whey Protein Isolate， 牌子係 Bulk Nutrients。我只係會飲佢嘅原味，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加咗人工調味嗰啲 Whey Protein 都係好難飲。營養方面呢，每30g 就有26g protein， 即係話佢嘅純度有成88% 咁高。因為佢係 Whey Isolate， 所以乳糖同埋脂肪含量都好低。咁呢隻 protein 我覺得個腸胃都 OK， 冇試過腸胃不適或者胃脹。我就會用牛奶嚟沖啦，咁飲落去嘅口味呢，就係奶味啦，冇任何其他味道。啲粉都好易溶，咁如果搖得太大力呢，可能會有啲泡沫，但係啲泡呢，攤一陣呢就會自己散噶啦。亦都可以因翻個人喜好加水果去 blend 啦，例如香蕉、芒果用 blender 攪拌成 milkshake 都得嘅。價錢方面呢，online 買一包1kg， 如果一日一杯可以飲1個月，每包68蚊，一次買多幾包嘅話呢，仲會有啲優惠添。第二款可以喺超市買到 Ruby Farms Whole Protein Smoothie， 呢款 protein drink 咧，飲起嚟口感係好 smooth， 因為佢用咗 cold filter 冷過濾嘅技術，係一種物理性嘅濃縮方法，直接由鮮奶濃縮蛋白質，唔似普通 protein drink 係用蛋白粉加水還原，亦都冇經過高溫破壞結構，保留咗鮮奶原本嘅清甜同埋順滑，飲落去咧就係 milkshake 嘅口感。我覺得每一隻味都好好飲，最推薦係 Double Espresso Choc Honeycomb 同埋 Dark Chocolate， 每樽425ml， 有30g protein， 視乎口味有15至20g carbs，fat 6.4g， 好適合訓練前後飲嘅。價錢方面冇特價時4蚊70 cent， 特價嗰陣時3蚊50 cent。你又有冇飲開咩 protein drink 呢？可以留言同我分享下。